Teng tak kro ba boy meng tak kro ga tak kro khởi song de liang he这样khởi song de ba boy meng 因为是以后烧下烟呢然后两盒50呢就是牙色嘞牙色滴nít的nít苦嘞牙色呢喏然后这个是我们家我们自己喝的了嘛嘎我儿子他们喝就是喝了这个嘞มัน开กินขอเนาะมัน开กินขอเนี่ย心里不慌呢就是也不有什么但是还是反正只是不让你很想吃饭那种样的嘛嘎因为我们为个好知道到กินน้ำมันหมอปีหัวอ่ะไอ้ก็เขาจะไหนมันเขาจะไหนหมอปีให้จะไหนกินน้ำเนี่ยหมอปี然后嘛各种各样的都有呢喏跟你们看看当我的 baby 们你们看它是泡水和泡温开水更好宝贝们呢有这个滴你东嘞牙超苦西锅色就是那1、2盒牙色喏宝贝们50喏50我们ว่าจะมาเจอ呢这个50是พ่นกูเทราไว้บุญพ่นกูเลสalles的dimกู的呀了嘛กู的的呀了嘛就是这种样然后呢宝贝们我就跟你们讲能姐吃可乐的吗咦买完了给我吃可乐的那个还有以后能姐吃可乐的吗就是这个嘎但是现在嘛是我二姐他们喝这个因为我已经隔可了嘛宝贝们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二姐他们喝呢我姐我妹他们喝的是这些他们喝他们是我看见是可乐呢他以为他们这样嘞就是吃了这个喝了这个嘛我们不这样不会容易就是安心酸了嘛但是也不影响我们呢不呕吐特不疼心不慌发誓你们真的怕了喏然后这个是韩国补水然后香油带这个2瓶也是的呀100เนาะคุยกระทรวง那个就是这样水到处的去做你们看我那么可乐我的天哪喂害怕的真的样都要接受给你们看喏你们想有一套那种宝贝它就是这个给你们看看这个脸上有皱纹的脸上有皱巴巴的脸上想让它精致感这个是1瓶的它是这个是有一套的宝贝们这个是带的精华乳液这些它是一套那个宝贝们嘎还有这个补水嘛那边你们不用等nàng姐说了这个补水嘎真的是会去多呢就是真的去多之前见过人的呢但是这个嘛是没เปิดตังค์帮补水宝贝们这个是就算你不有多也可以用的现在是店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补水宝贝们它现在什么都有啊